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衝鋒 B 電子小教室，我係你哋嘅老師衝鋒 B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冷氣機霉味原因及除臭方法。冷氣一開就有霉味，因為香港天氣潮濕，如果冷氣冇定期清潔，好容易滋生霉菌，影響空氣質素。衝鋒 B 今日同大家拆解冷氣有臭味嘅4大原因。第一，濾網積聚灰塵，霉菌會隨氣流散播，導致出現明顯霉味。第二，小型昆蟲或老鼠誤入機內死亡，屍體腐敗會產生臭味。第三，排水管積水，容易滋生細菌同發霉，產生臭味。第四，受外在環境影響，室內氣味會被冷氣吸入累積，時間耐咗就會變成異味。而家到衝鋒 B 考下你啦，冷氣有異味應該點解決呢？我哋一齊用3秒時間諗一諗。答案係 A 定期清洗隔塵網同濾網，同埋 B 用專用清潔劑清潔冷氣內部。你哋有冇答啱呢？衝鋒 B 今日同大家拆解冷氣異味嘅方法。首先，建議每2個星期至1個月清洗濾網，每年更換，有助減少異味。我哋都可以用冷氣清潔劑或者稀釋漂白水清潔內部，去除霉味同污垢。除霉抗菌貼都係一個好方法，可以分解異味同維持冷氣清新。或者關冷氣前開風扇30至60分鐘，有助去濕同減少霉菌。冷氣太耐未清或有異味，建議揾專業清洗，確保乾淨。